決勝慢歌，有請黃渤。你說你只想得到一些給你做個紀念，我說但有一些破夢而都有口袋重現，遇上天再牽這一天，只好講句願，情還臉上有一些未斷。冰冰的一雙手怎暖，暖在你笑臉。我思念怎麼你面前一切亦疏遠，說不出這一剎自然，估不到這一晚纏綿，來得這麼溫暖，沒有你還是愛你。在這裏，再呼吸這空氣，不捨得不揚起。沒有你，還是愛你，從未愛你，愛得這麼凄美。又抱緊，又抱緊。阿博，係過嚟先，有請評審可以俾分啦。哇，我都睇到呼吸有困難啦，真係。阿博，嗱，我知道你啲秘密嘅就係咧，呢個本來必殺歌就諗住揀呢隻，咁啊，究竟15、16咧，最後就揀咗呢隻嚟到即係決勝慢歌，咁啊，唔知道你揀得啱唔啱喎？真係嚇，你點解會咁決定咧？最後？因為呢一首歌，我覺得佢係有情感、有難度、有技巧嘅一首歌，然後都好想抱緊現場嘅每一位觀眾。我頭先見到啲現場觀眾冇呼吸過，咁啊睇下啦，究竟咧啲評審對你有咩意見咯喎 ？Chilam 哥哥，喂，我好中意黃渤嘅嗰種女性嘅脆弱嘅感覺啦，咁。但係頭先聽嘅時候，我覺得雖然係有啲同個樂隊好似有少少碰撞嘅一種唔完美嘅完美喺裏邊咯，真係對一個人嘅溺愛就係咁噶啦，大家知唔知道啊？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好好咯。不過哥哥真係好有詩意嘅啫啊，係 Chilam 哥哥對唔住啊嚇。好啦，可以老師，黃渤，雖然你嘅澎湃嘅歌咧已經好震撼。但係咧，我都係最中意你呢種又弱又有氣嘅聲，係最 magical 啊！我覺得你呢種聲，跟住你再襯托埋你嘅情感啦，同埋你嘅 belting 啦，
哇，對我嚟講，我覺得係咁，即係你唱嗰3首歌，我係最中意呢一首。哇！即係揀啱，多謝評審。好啦，咁啊仲有一位選手要帶嚟佢嘅決勝慢歌，交俾張雨生。